當小朋友透過睇、聽、喐多重感官去體驗音樂嘅時候，佢哋嘅大腦就好似一場交響樂咁被喚醒。音樂與腦神經科學專家 Dr. Anita Collins 曾經發表，當一個活動能夠同時高度綜合聽覺、視覺、動覺，小朋友嘅認知能力發展將會變得非常之高效。佢稱呢一種狀態為超感官 Super Sense， 就好似學習嘅能量被提升到另一個境界一樣。呢個以著名作曲家韋華第四季小提琴協奏曲秋嘅第三樂章為主題嘅音樂活動呢，學生一邊聆聽音樂，觀察彩色嘅圖案，一邊以雙手嘅動作配合三拍子同埋樂段嘅轉換，點拍音樂，腦動圖譜。呢個睇落好簡單，但係極具力量嘅雙手舞動活動，能夠同時訓練小朋友嘅專注力、工作記憶、自制能力同埋創意等等，並且可以提升到佢哋對音樂嘅理解、身體協調能力同執行功能。透過多感官音樂體驗，我哋幫助每一位小朋友建立強健嘅音樂腦袋，啟動佢哋自身嘅超感官力量。